请问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法王仁波切，还有海外的尊者，请上坛城。 We now see the venerable Swamitama traditions and also Theravada traditions to mark the honor. 现在我们看到登上坛城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法王仁波切以及尊者。We have many Rinpoches, Dharma masters, Bhaktis from Theravada as well to join us this year. 紧接着要登上坛城，是我们尊敬的长老米。 We also have honorables from Vietnam and Japan. Now, about to march the altar are the senior victorious from Taiwan. 在长老离之后，是我们的长官贵宾以及功德组代表。 Following our senior victorious, we also see the officers from Taiwan,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s well as donors and sponsors. 现在我们要为功德组唱名。 We will go through the names of the donors. 我们欢迎无寿得主张善事大德、谢家庆大德、石公司大德、与朱树英大德、简成汉大德、蔡德祥大德。 无寿功德主李凯平大德，在神圣庄严、隆重盛大的中国齐名法国运动成功，虔诚恭迎驻坛和尚、驻坛和尚您登坛出法。 Under this most auspicious backdrops and horns, we respectfully welcome our leading monks and nuns to enter the altar. 礼请各界长官、功德组代表进入会场。 We also welcome officers, donors, and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join and enter the altar. 特别感谢全台湾各地的礼生代表，受邀登上坛城参与盛会。 We have many volunteer helpers, officers from around Taiwan, over 60, to assist with the ceremony.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山长老法师登坛就位。 请问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法王仁波切，还有海外的尊者，请上坛城。 We now see the venerable Swamitama traditions and also Theravada traditions to mark the honor.
现在我们看到登上坛城有人藏传佛教的法王圆切以及尊者。紧接着要登上坛城，是我们尊敬的长老明。We also have other notes from Vietnam and Japan. Now, about to march on are the senior victorious from Taiwan. As well as donors and sponsors. 现在我们要为功德主唱名。We will go through the names of the donors. 我们欢迎无寿得主张善事大德、谢家庆大德、石福司大德、吕秋寿英大德、简成汉大德、蔡德祥大德。无寿功德主李凯平大德，经过前面大事务所，我们内内经过，经过南边我们上元经过，经过前面那王国上万阳他经过的日本国的事情，他经过的训练完成的样子，就是慢慢他们到什么学院，我这个对性格是。接下来就是进入坛城，然后再来进行之后呢，就要开始受4个灌顶，然后为了受4个灌顶，首先向上去供养的班长。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受4个灌顶，4个灌顶是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还有4句灌顶。那首先第一个是宝瓶灌顶，宝瓶灌顶里面又分为共通金刚弟子灌顶和不共金刚阿赫尼灌顶。首先是共通金刚弟子灌顶，共通金刚弟子灌顶里面呢，第一个是不动佛的凝水灌顶，再来是保生。就是经过的另外这个3阶的时期，参加大级性的关注本级当中，团队做的确认学习，而且台湾在了上岸了各位，现在的八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对，这些个阶级有福过往是这个不大吧，那没法说村里，所以这样慢慢上对这些个阶级过来，那就第二个这个做的是中国，第二个是那就慢慢的加入这个等的道理，像马修罗那个虽然可以面孔新疆那种的啊，第一他们等一下也看的那方面的，也跟7、8个这个主席、国席，他们的这些什么了，还有说生意统计的代码，第一路是代码他相对的这样主席这些，这个统计的方面就慢慢的。
我也蛮喜欢的，在这个电下也但嘛他的结果，俺给毛把它特进去，在对去带着带嘛，弄送的通送人面包子。那接下来就是去介绍并且显示能力所依的坛城。这时候主要是说，弟子应该以信心力来观察这个坛城。那你以身为如来的种性，以手印密咒来做加持，那一切希力都已经圆满，那并且获得殊胜的誓言。金光明金刚莲花嬉戏之后呢，那出秘密咒悉皆成就，并且念诵的咒语。这时候去介绍说，在坛城的外围有8大湿婆寒林之火环绕啊，并且在它的这个外面呢，它有所谓的护轮啊，有宫的护轮，还有外围有火山围绕。在这当中呢，有4方4门的无量宫，然后无量宫呢是具足一切的性相。在无量宫当中，这个坛城的中央呢，有坛城的主尊，也就是能依国界梵吉祥独有大威德金刚那就在中间。我们要观想这个能依所依坛城悉皆得见。哦，这个咱们这边经过的，我上头通话就是，那第一句要接着节目的。都经过大手术，这个台湾这边也写到，就是不管你一边这边马在的下面，都是对起经过，对起信息经过，过到所谓经过现在700多怕别出去，大来外事务所是，我们那边经过大概通，但没办法，这对起经过，大概也信息经过处理去一些经过处理结果，特别是经过现在700多怕的，大概那边的通，商业经过大学到网络时代的，那边的商业那边的经过，觉得统计样子那边的经过，觉得我们经过现在700多怕的第一那里面都经营往来吧，过300呀。是的，上海呀是个同志了，大部分人同志的那个系统模测试的时候，他的这几类是。那刚才呢，就是想到说，我们已经能够亲见坛城，在亲见坛城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坛城当中去绕行。这时候呢，我们会念诵几段文字，第一个就是金刚坛城伟大坛城为主，我能够进入到金刚坛城伟大的坛城当中。那刚才讲到的伟大坛城呢，其实主要是大卫的金刚心意的这种坛城。那它心意的坛城是以乐空如二、智具真如、净空性两者合为一位的这种具生大乐智所化现出来的义的出生坛城。那包含义的坛城、神的坛城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记录。就是经过另外去年3年的时间，参加那些事情，我就不仅不从当最初的确习，而且在往在了上那个就会现在的马小，然后再来就是马小，那什么对。最近的阶级有时候是求了很多大把，那没法说村里，所以这样慢慢上都最近的阶级过来，那就，第二个这个主办是中国，第二个是那就慢慢的加入就不能太多的钱，那小方那随便改的，面孔身家那说的，啊，第一那么。但现在看的那方面的，人700多就往这些，我些，他们的这些什么了，还有说生意统计的代码，第一个是代码他现在的这些，这统计的我们知道，我也蛮喜欢的，在这个电现在代码他的结果。俺给毛把它特进去，在对去带着带着，弄送的通送人面包子。那接下来就是去介绍并且显示能依所依的坛城。这时候主要是说，弟子应该以信心力来观察这个坛城。那你以身为如来的种性，以手印密咒来做加持，那一切希力都已经圆满，那并且获得殊胜的誓言。金光明金刚莲花嬉戏之后呢，那出秘密咒悉皆成就，并且念诵的咒语。这时候去介绍说，在坛城的外围有8大湿婆寒林之火环绕啊，并且在它
呢，它有所谓的护轮啊，有公的护轮，还有外围有火山围绕。在这个当中呢，有四方四门的无量宫，然后无量宫呢是具足一切的性相。在无量宫当中，这个坛城的中央呢，有坛城的主尊，也就是能依国阶梵吉祥独有大威德金刚安住在中间。我们要观想这个能依所依坛城悉皆得见。哦呀，这个咱们这边我算的通啊，就是咱这一区别要接着接触人，都经过大手术。这个台湾这边也写到，就是我们的业别区别慢在的下面，都是推起经过，推起先经过，过到所谓经过前的千万的怕别准备，大来外事务所老师，我们那边经过大概通，但没办法，这推起经过。大概一些是经过处理一些是经过处理结果，那边就是经过现在切到的爸爸的，大概那边的通，上面经过大学到王国时代的，那边的上面那边的经过，有的统计是样子那边的经过，有的后面经过现在切到的爸爸的第一妈妈。那就能够证明往来吧，萨玛亚是的，萨玛亚是个同志的那个人同志的，那个系统我设计的时候，他这结论是。那刚才呢，就是想到说，我们已经能够亲见坛城，在亲见坛城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坛城当中去绕行。这时候呢，我们会念诵几段文字。第一个是用金刚坛城、伟大坛城为入，我能够进入到金刚坛城、伟大的坛城当中。那刚才讲到的伟大坛城，其实主要是大威德金刚心意的这种坛城。那它心意的坛城是以乐空无二、智具真无、净空性两者合为一位的这种具生大乐智所化现出来的一个诸圣坛城。那包含一个坛城、十个坛城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记录。